过年的天气如何呢？整体来讲，这个北部甲东部好天甲落雨相交叉，变化较多。中部甲南部的天气较稳定，但是日夜温差大。虽然有这个东北风来插局，但是无明显的冷空气。今年的过年偏较烧热，真适合行春佚佗。过两年前最后一个上班日，拄着冷气团路南甲东北季风的影响，气温下降10度，迎后面有机会落雨。清晨跟夜晚预估在中部以北地区的低温大概是13到15度左右，在南部跟花东是16度上下。不过春节连假第一天天气稳定，拜六甲礼拜东北季风减弱，气温回温。除了花东有小可降雨，其他各地拢是好天气。这大年夜初东北季风增强，北部、东部低渐雨，中南部局部低渐雨，天气偏凉。所以这一波是除了在迎风面的北部跟东半部之外，其实在中南部地区也会有一些短暂雨。整体来讲，今年过年并无冷气团。这大年夜，初各地拢偏凉，有低渐雨。初二全带好天气，出去佚佗，即天上好。初三到初五咧，北部、东北部转凉，也有局部低渐雨，其他的地区拢是侪份好天。若想要行春或者佚佗咧，一定要甲天气因素考虑入去，才袂影响到心情甲行程。